後邊咁多伺服器，咁揾邊個嚟？又拆又做銷毀，仲要有埋證書。你講，你有冇泄露咗啲咩秘密出嚟？冇嘢講，就送你去見物理粉碎機。揾環保公司一定要睇下對方有冇 REV3嘅認證，我哋係數據中心，好着重呢點嘅，知道嘛？收到，我哋立即去揾威尼斯環保，佢哋包查包清。威尼斯環保係擁有市場上極少數能夠同時獲得4大 ISO 國際體系認證及 R2V3 廢電子產品集回收認證嘅專業資質。我哋提供符合數據中心 IDAD 標準嘅一站式銷毀服務，無論數據中心嘅規模有多大，我哋都會包查包清。有殺硬碟，冇證，乜證書都冇啊！唔好再揾無良回收商啦，揾威尼斯環保啦！我哋有齊銷毀嘅相片及證書，仲有 WE 環保證書㗎。